佢係84平方，佢租金咧1500蚊，仲包埋物業費。呢套盤咧最靚嘅係佢係海景房，哇！一去到個陽台你可以睇到好哇塞嘅風景喎。呢個陽台咧真係個風景非常之靚，有啲凳仔喺度坐呢度，哇！攞杯茶飲杯酒。哇！揸住罐啤酒望下出邊啲海，哇！非常靚喎，係咪先？呢個係洗手間嚟㗎，呢個洗手間位咧亦都係乾濕分離㗎，所以話你呢度就即係話個地方都打掃得好乾淨啊。Hello， 大家好，係家 Ruby 嚟啦。今日 Ruby 咧帶咗一套咧3房嘅海景房，哇！真係無地海景喎，非常之靚喎。佢係84平方，3房2廳，1廚1衛，租金咧係1500蚊，仲包埋物業費，係咪好着數咧？而且呢套盤咧，佢嘅位置咧係海耀灣呢邊喎，而海耀灣呢邊嗰即係28棟樓啊！大家知道啦，28棟樓佢有去睇海景噶嘛，非常之正。同時咧，佢呢邊咧交通方便，斜思斜傳。出門左手邊就係嗰個第3期交通中心，對面咧就有海鮮市場。而且咧，從後門過去咧就係海邊嗰個海邊棧道啊，仲有泳池喎，仲有海邊嗰個沙灘。總之咧喺呢度你可以度假，可以食飯，可以玩，可以即係話可以生活。總之咧乜都齊晒，可以俾到你即係話不同嘅享受嗰啲感覺咯。呢套盤咧佢係海景房，而且最大嘅優點係佢好乾淨喎，因為業主咧差唔多每個月咧每個星期幾乎都要嗰個阿姐上嚟打掃衛生，所以話咧呢套盤咧你過嚟之後咧唔使點執，你都知道個角落都抹得好乾淨啊，所以話咧呢套盤真係如果中意乾淨中意海景嘅啲朋友咧一定要留意咯，同我一齊上去睇下呢套盤係咪咁叻，係咪咁乾淨，係咪海景可以無敵噶？我哋一齊去啦，一齊行啊！而家嚟到呢套盤噶啦，呢套盤咧佢係3房2廳1廚1衛，佢係84平方，佢租金咧1500蚊，仲包埋物業費。呢套盤咧最靚嘅係佢係海景房，哇！一去到個陽台你可以睇到好哇塞嘅風景喎。同我一齊過嚟睇下呢個盤到底係咪我講嘅咁靚啦？呢套盤呢個位置咧係一個遊花園嚟噶，業主咧就一早準備咗鞋櫃喎。呢個鞋櫃幾大下噶，用起嚟都幾方便。把遮乜嘢都可以擺到喎，如果你要單車嘅話，單車都可以擺呢個位喎，非常之方便。而且一個業主用嘅係天然氣，所以話你嘅生活上面就好方便啦。呢度個位咧，佢係入花園遊花園呢度咧，仲可以有啲封晒啲窗啊！哇，我係有啲粗魯咗啲噶，不過你過嚟開嗰陣時咧，乜有啲一樣嘅，好用嘅。呢邊咧係一個廚房位嚟噶，個廚房咧都。係 L 型嘅，佢個廚櫃咧，哇，新格嘅大廚櫃，同時咧灶台同埋嗰個抽油煙機咧都有嘅。抽油煙機要少少油咯，到時候咧抹乾淨就得噶啦，好用得噶。因為之前業主係喺呢度住噶嘛，所以話呢個位非常之唔錯。喺呢度煮飯都可以望見出邊啲田園景喎，煮下飯嗰陣時可以哇望下風景養下眼，係咪好好咧？所以咧呢套盤佢最靚嘅地方就係風景靚麗咯。同時咧過咗嚟咧可以睇到成間屋嘅家私啦係幾簡風咯。呢個係餐廳位嚟噶，餐廳咧可以坐4到6個人喺呢度食飯，光線又好啊，嗰個上邊掛畫又好啊，哇配置到非常之漂亮咯。喺呢度食飯都可以食多2碗啊！呢邊咧係一個多人梳化木質嘅沙發嚟噶，梳化啲顏色亦都係綠色嘅同埋藍色嘅配嘅，非常之靚咯。到時你都可以自己，如果唔中意呢個顏色，你都可以攞塊布即係話梳化布一鋪過去，哇成套落去，跟住就非常之靚啦。仲有呢個位嘅，就呢個梳化，到時候跟住你自己中意嘅地方擺咯。呢個咧係一個客廳位，呢邊咧。唔單止要梳化，仲有嗰啲茶几同埋電視櫃，佢嘅顏色都係搭配好好嘅，有啲偏歐式嗰啲簡易風咯。全部都係實木嘅，質地都算唔錯。電視機又好啊，空調又好啊，全部都裝滿晒噶啦。呢度仲有個孔雀嗰個時鐘喎，好有啲獨特啲風味啊！包括後邊啲掛畫都非常有眼光啊，即係業主佢個空調咧亦都裝好咗噶啦。呢邊咧係個陽台嚟噶，呢個陽台咧真係個風景非常之靚，有啲凳仔喺度坐呢度，哇，攞杯茶飲杯酒，
哇，揸住罐啤酒望下出邊啲海，哇，非常靚喎，係咪先？哇，好養眼啊！同時啦，可以欣賞下海上啲風風雨雨啊，有啲船啊喺呢度仲行嚟行去嘅，即係感覺到非常唔錯咯。而且呢個陽台個位置又夠大喎，呢邊差唔多有2米，有2米咁大，嗰邊咧2米半，擺個洗衣機仲有得剩，所以話呢邊咧你到時候咧可以整個自己個空中花園，而都可以整張台仔喺度，哇，飲杯咖啡，飲個紅酒。如我話齋，夜晚瞓唔着嗰陣時啊，揸支紅酒或者揸罐啤酒啊喺呢度，哇，同個朋友吹下水，好正啊，你知？同一齊過嚟睇下入邊啦。而且咧呢間房咧，即係話業主咧交俾一個阿姐，不停咁啊，即係話執啊、衛生啊，嗰間房度，哇，度度都好乾淨啊，啲塵土都冇啊。啲牆面又好，地下又好，角角落落都執到好市正啊！呢間咧係一個客房嚟噶，咁客房呢邊咧亦都係嘅，佢個家私顏色全部都係白色嘅，實木嘅顏色，即係紅色嘅邊邊白色嗰個框，所以話咧黃白色相配咧都非常之市正咯，同時咧又好雅致咯，同時咧呢邊嗰個窗口咧位咧又非常光線好猛咯。佢係落地窗嚟噶，兩邊嘅窗簾一拉，跟住咧私密性就好強噶啦，係你自己嘅獨有空間。拉開個窗簾咧，又可以望見山，又可以望見海喎，又可以望見下邊嘅別墅區喎，非常之唔錯。而且空調亦都有齊晒嘅，哇！朋友過嚟或者你屋企人過嚟就可以用噶啦。呢個係洗手間嚟噶，呢個洗手間位咧亦都係乾濕分離噶。所以話呢度就即係話度地方都打掃得好乾淨啊，牆面又好，即係話嗰個角落都好乾淨，馬桶啊又係洗手台又都好啊，都配齊晒咯，即係過嚟都用得噶啦，即係拎包入住喎。呢邊咧係一個 BB 房嚟噶，亦都係客房嚟噶。呢個位咧到時候你啲朋友可以呢度住噶嘛，空調亦都齊晒啦，亦都係光線非常之好啦，落地窗，哇，即係落地啊，可以望見出邊啲風景。夠晒大啊！呢邊咧係一個主人房嚟噶，但主人房咧亦都配齊晒咯，衣櫃又好啊，呢個衣櫃亦都係三格嘅，入邊嗰啲都好方便啊！呢邊仲有個掛衫嗰個架啊，到時候你可以將呢個架攞出去都得，擺喺呢個位都得啊！呢啲後嗰啲褸啊乜嘢就可以天凍噶嘛，馬上而家秋天啦，馬上就冬天啦，到時你做嗰啲褸啊都可以掛喺嗰度，梳妝台又有，哇，幾靚！喺呢度坐到扮靚靚啊，化妝啊，哇，非常之方便啊！張床咧係米白嘅床，哇，即係張床舒服度一定唔錯，哇，幾軟下嘅，好結實又係，個顏色又係即係話佢成間屋嘅搭配都係實木嘅家私，跟住咧黃白色嗰個即係歐洲極簡風嗰個風格，所以非常正咯。同時咧呢個睡房即係主人房嗰啲風景亦都好靚啦，一坐起身就可以望見海邊噶啦。係咪好靚先？哇！可以睇到出邊嗰啲風雲啊！而家咧即係天咧有少少陰陰地，不過咧都可以睇到出邊啲即係話光線啦，同埋海面啦，佢啲風光係點樣噶？所以話咧呢套盤咧，佢唔係話好豪華，但係咧極簡之中咧又覺得非常之舒適咯，乾淨。同時咧3間房加埋客廳有4部空調。完全即係舒服感咧拉滿晒啊！所以呢套盤咧，佢係雖然係1500蚊，但係乜都齊齊晒。如果你中意嘅話，嗱聲揾我啊！大家知道啦 ，Ruby 介紹啲盤咧都係我親自揀過噶，唔靚嗰啲咧我都唔怕嘅。所以拍出嚟嗰啲片咧，一般情況底下呢啲房咧，即係好搶手咯。如果你中意咗呢套盤，嗱聲揾 Ruby 話，我哋即刻定落嚟，俾你一個舒適嘅家喺呢個位。大家知道啦，可以揾呢邊，佢好舒服噶嘛，因為交通方便，設施齊全，所以話咧，大揾一個舒服嘅家，哇，完全滿晒啊！即係話住得、玩得、食得、瞓得，好啦 ，Ruby 喺呢度等住你揾我啦，我哋下個視頻見啦，拜拜。誰人讓唱
沙躺開，窗門之外，雨點灑進來，一絲絲滲進懷內，緩緩地輕輕親我，這種感覺為何又像你撲進我的